这山头市丰泰过后北部是落大水雨，金山万里这个所在是淹水做大水。金山真侪所在即马是无水无电，密密麻麻。伫咧网络顶头呢，就一群少年人，因叫做龙金山地方团队，一寡少年家啊，伫网络顶头发起一个月救灾活动，鼓励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来帮助这个老大人重建家园。我真讲我做啊。 63岁罗阿伯伫金山已经做30几档的水电师傅，即届三道里丰泰所有机具拢浸水，损失要50万，互伊心真痛，嘛真无奈。伊讲规矩趁即届的机会来退休，无爱搁做啊。爱电话，遐铁柜遐伊咩家己全袂使啊！我嘛老啊，你搁做，搁买遐物件要来趁无够遐啦。 为着要帮助甲罗阿伯同款的金山居民，龙金山地方团队发起一个月救灾活动，希望各界报名做志工，有闲就来斗摒扫，帮助即寡无气力也是独居的老大人，帮助因赶紧恢复清气的环境。 清洁队跟政府的国军其实是没有办法进到民宅的空间打扫整理的，所以我们志工比较好进去民间，然后把东西整理出来之后，那大家在公部门比较好去把物件再清理掉。家规拢是土，啊，就是老伙仔伫边啊，就看阮咧斗相共，因的表情就是嘛就无奈。 龙金山地方团队表示，目前金山阁有真侪所在是无水无电的，加上有的所在也未受到政府的帮助，也未复原。因希望有更较侪志工加入摒扫的工课，协助当地老大人重建家园。伫摒扫的过程当中，嘛陪伴这些老人，关心因的心理状况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新北报道。